今次事件真係勁爆啊！講嘅就係陳百祥阿叻喺小紅書上面爆料，話梁朝偉當年求白龍王幫佢老豆醫病，竟然續命3年，等到見到孫仔出世先至離世。呢個故事一出，成個娛樂圈同網上都炸開咗鍋，好多人都議論紛紛，有人信，有人唔信。但係無論點，都係一個充滿神秘色彩嘅八卦。作為一個香港人，我哋對白龍王呢個名唔陌生，佢係泰國華僑周音南，生前深受香港娛樂圈同商界歡迎，好多大明星如劉德華、成龍、梁朝偉都係佢嘅信徒。陳百祥今次親口講出呢件事，仲話自己係白龍王嘅早期徒弟，1976年就認識咗佢，聽落嚟好有說服力。先嚟講講背景啦。陳百祥今年76歲，係香港資深藝人，同譚詠麟、曾志偉一齊出名。佢哋係足球隊成員，平時玩得勁開心。佢近年轉戰內地市場，喺小紅書上面好活躍，經常分享生活點滴，同老婆黃杏秀姑一齊 show 家底，話佢哋豪宅有跑馬房、泳池，養咗番狗，生活富貴到爆。呢次事件就係佢邀請內地朋友嚟佢屋企玩，介紹風水魚嘅時候，講到張國榮嘅錦鯉隨主人而去，又爆出梁朝偉老豆嘅故事。陳百祥話自己係天主教徒，但同時信白龍王，佢屋企供奉咗佛像，受姑拜觀音。呢個混合信仰喺香港好常見，好多人求神問卜都係咁樣。梁朝偉呢係香港影帝級人物，演過《無間道》、《英雄》、《色戒》等經典電影。佢同劉嘉玲結婚多年，冇仔女，但家庭背景好坎坷。小時候老豆嗜賭，搞到家散人亡。梁朝偉曾經喺訪談講過，佢對老豆最後一面都冇見到，係終生遺憾。今次陳百祥爆料，就填補咗呢一個空白。據陳百祥講，梁朝偉老豆當年病重，醫生診斷最多只係剩返2個月命。梁朝偉好着急，就揾陳百祥幫手，因為陳百祥係白龍王徒弟，帶佢去泰國求見白龍王。白龍王俾咗一個蘋果同一個蓮蓬俾梁朝偉，話俾老豆食。梁朝偉帶返去，佢老豆食咗蘋果之後，1個星期內原本煙氣嘅情況奇蹟消失。佢老豆嘅心願係想見到孫仔出世，結果真係續命3年。3年後，梁朝偉妹妹生咗2個仔，佢見完孫仔之後自然離世。陳百祥話呢件事佢親身經歷，但係解釋唔到點解咁神奇。白龍王呢個人物好神秘，佢原名周音南，1937年出世，2013年病逝，享年76歲。據傳佢係白龍王轉世，喺30幾歲嘅時候突然開竅，能夠預言未來，趨吉避凶。佢住喺泰國春武里府一個小村，廟堂好簡樸，但係信徒遍佈亞洲，好多香港明星同富豪專程飛去拜見。陳百祥話自己1976年透過中間人認識白龍王，獲收做徒弟，仲引薦咗劉德華等人。劉德華叫白龍王做師傅，梁朝偉據傳係白龍王嘅乾兒子，白龍王對佢特別寵愛。但有趣嘅係，白龍王拒見劉嘉玲好多次，有人話因為劉嘉玲磁場太強，個性倔強，聽唔入勸。呢個傳聞喺娛樂圈好出名。梁朝偉同劉嘉玲結婚嘅時候，證婚人係大寶法王，而唔係白龍王。除咗梁朝偉嘅故事，白龍王有好多神蹟傳聞，例如佢幫梁朝偉避險，話佢拍戲小心，結果梁朝偉避過咗意外；又幫何鴻燊續命10年，何鴻燊係澳門賭王，白龍王預言佢嘅事業同健康。張國榮生前想見白龍王，但係白龍王拒絕，有人話因為預知張國榮命運，唔想干預。陳百祥今次仲講咗張國榮嘅錦鯉故事。張國榮逝世前1個月，將30幾條錦鯉送俾陳百祥，結果張國榮走咗之後，呢啲魚全數死晒，隨主人而去。呢啲靈異故事聽落嚟毛骨悚然，但係香港娛樂圈好流行，好多藝人都信呢一套。今次事件一爆出，香港01即刻報道，標題就係陳百祥爆梁朝偉求白龍王為父醫病，竟續命3年，見孫兒出世便去世。文章詳細講咗陳百祥嘅分享，仲有圖片截圖小紅書影片，網上反應好熱烈。有人話白龍王真係神人，有人質疑呢啲係唔係迷信，但無論點都增加咗大家對白龍王嘅興趣。梁朝偉本人冇回應，佢一向低調，唔中意講私人事。
但係呢個故事嚟補充咗佢家庭背景，顯示啦佢對屋企人好重視。講深啲，呢個事件呢反映咗香港文化嘅一面。香港人好信風水，求神問卜，尤其娛樂圈壓力大，事業起落不定，好多藝人呢都求靈修人士指點。白龍王成為現象級人物，佢嘅信徒包括舒淇、楊受成、王晶等。舒淇話白龍王幫佢轉運，從艷星變影后。王晶話白龍王預言佢事業高峰。呢啲故事無論真假，都俾人希望喺科學時代仲有神秘力量存在。陳百祥今次爆料唔止係八卦，仲係分享信仰。佢話自己天主教徒，但係信白龍王，呢個包容性好香港。佢屋企風水魚、佛像，顯示佢對靈異嘅信念。呢個故事仲聯繫咗張國榮、梁朝偉等巨星，成為娛樂圈傳奇。總結嚟講，今次事件係一個充滿神秘同溫情嘅故事。梁朝偉求白龍王續命老豆3年，等到見孫仔，呢個心願達成。雖然老豆離世，但係圓滿咗。陳百祥親述增加可信度，白龍王嘅神蹟繼續喺娛樂圈流傳。如果你信，就當係奇蹟；如果你唔信，就當係美麗嘅傳說。再講多啲白龍王嘅傳聞啦。據傳白龍王喺1970年代開始出名，當時香港有個商人黃創山去泰國旅行，遇到白龍王，俾佢指點事業大旺。黃創山返香港之後，介紹俾朋友，包括曾志偉、陳百祥等。曾志偉、陳百祥、譚詠麟一齊開咗間海鮮飯店，請白龍王報風水同主持開幕。但係可惜呢間店蝕本倒閉，譚詠麟事業冇起色。有人話係白龍王第一次失靈。但係之後，白龍王幫劉德華話佢會大紅，結果劉德華從 TVB 小生變天王。劉德華公開叫白龍王師傅，好尊敬。梁朝偉同白龍王嘅關係最密切，據傳白龍王見梁朝偉第一眼就話佢有貴人相，會成大器。梁朝偉細個時候窮，入行之後拍《鹿鼎記》，新紮師兄，但係真係爆紅係無間道。有人話白龍王加持。白龍王拒見劉嘉玲，據說係因為劉嘉玲命硬、個性強，聽唔入勸。劉嘉玲試過多次求見，無間道大醫開鏡拜神，白龍王委派弟子去泰國拍戲，又冇份見。最後劉嘉玲轉信藏傳佛教，同梁朝偉喺不丹結婚，請大寶法王證婚。呢個轉變，有人話係劉嘉玲影響梁朝偉，但係梁朝偉對白龍王嘅敬意冇變。白龍王逝世時，梁朝偉出席葬禮，劉嘉玲冇去。陳百祥今次爆料，時間係2026年1月22號，正值香港娛樂圈低迷期，好多藝人轉內地發展。陳百祥喺小紅書分享，吸引好多粉絲。呢個故事一出，瀏覽量爆燈。香港01報道後，其他媒體如 ET Today、三立新聞跟進，討論白龍王嘅神蹟。網民留言，有人話梁朝偉好孝順，有人話白龍王真係活神仙，仲有人分享自己求神經歷。擴展到香港文化，香港人好信玄學，農曆新年拜太歲、風水佈局、算命睇相好常見，娛樂圈更甚，因為競爭激烈，明星求保佑，白龍王成為象子。佢嘅廟堂每年有成千信徒朝聖。雖然科學家質疑，但係信徒話寧可信其有。呢個事件令到年輕一代認識白龍王，延續傳奇。梁朝偉家庭背景，佢童年苦，父母離異，老豆失蹤多年。佢曾講未能見老豆最後一面係遺憾。今次故事顯示佢盡力醫老豆，用盡方法求白龍王，呢個孝心令人感動。梁朝偉妹妹生仔，孫仔出世，老豆見完離世，圓滿結局。